经济部扩环应变小组伫昨有开会，宣布讲对14开始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这4县市，拢会实行深夜减少水压的措施。各项园区甲工业区也爱家己减少5%的水资源使用。这届扩环主要是因为今年是对1964年以来台湾第一摆无风台登陆，嘛无落大雨的关系。6月至9月，水库积水区的降雨量，敢若历史平均值的2成至6成，尤其桃园到嘉义，水库降雨量是历史上低。其中新竹科学园区已经在顶礼拜开始，请厂商加强自主节水5%。我们在9月17号呢，其实已经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。9月26号呢，又在函请请厂商加强那个节水的措施，尤其对用水量大户1000吨以上的厂商呢，要求他们每日要上网填报他们的用水量，同时呢，也呼吁前园区厂商呢停止不必要的浇灌、外墙清洗等等。洗车业者烦恼万一刷落来，雨水也是无够。水情中和进入后一阶段要限水，对生理会有真大影响。多少加减也会影响，因为洗车最需要的就是水这个东西没有水，当然后面的都没办法去进行了所以还是会影响。但是担心也多少。现主是台湾重要水库的吞水量，已经是17冬以来同期上低纪录。气象局也预告未来3个月没有丰沛的雨量，提醒民众应该做好节约用水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